嚟自一句嚟形容 masterpiece。但當我買佢嘅時候呢，我係有少少猶豫嘅，因為本身我係唔識呢支香水嘅。當睇到佢價錢嘅時候呢，我係少少卻步嘅。你會諗值唔值得用呢個價錢去買一支咁嘅香水？但冇辦法啦，俾朋友1度、2度、3再度嘅時候，我最後呢支香水就入咗我手上。而我試過呢支香水呢，好肯定同你哋講，呢支香水好 firm。首先介紹下呢支香水，叫 MFK Oud Satin Oud， 用玫瑰為主調，融合咗 Oud 同埋紫羅蘭香嘅一支香水，而且佢強化 ambery， 令到呢支香水原味得嚟帶點甜同埋溫暖嘅木質香氣。然後講佢前中後調，前調嗰個玫瑰味非常突出，聞落去好香甜，有種好開胃再加埋舒適嘅感覺，令到你嗰日俾人感覺好放鬆。之後中後調呢，玫瑰味會收翻少少，佢 Oud 就會慢慢開始出翻嚟，跟住就會同嗰個 rose 開始慢慢融合。我覺得最勁嘅呢支香水呢，佢係就算 blend 咗 Oud 同埋 rose 呢，大家都唔會大家搶大家，佢嗰隻味係好平衡咯，同埋好融合啊，係一支幾特別嘅一支香水。至於擴香同埋留香方面，噴咗好多人都係好 firm 咁樣講，噴咗身上至少 last 到7至9個鐘。如果噴係件衫呢，仲會 last 得仲耐啲，至少可以 last 到1日。我試過噴完件衫呢，過咗3日佢都仲有味，超正。而佢嘅擴香能力呢，我覺得非常之好，佢唔會去到好 aggressive 到佢嘅氣味飄到好遠，大約即係去到一個身位距離，即係大約你同 friend 呢出街或者拍拖約會嗰啲，我覺得都好適合。另外好想講佢樽啊，我睇落去呢，佢唔係完全黑色，係比較偏深藍或者深紫嘅一個顏色，即係佢再配合埋佢金色嘅文字呢，凸顯佢比較高貴同埋神秘嘅感覺。我最後至於呢支香水呢，就要幾錢就佢2350蚊就係70 ml， 咁佢4600蚊就200 ml， 咁所以其實係幾貴嘅。就點解開始我講係會令人卻步嘅原因咯，因為你俾咁貴嘅價錢，你買一個70 ml 呢，每次噴完你都會覺得少少心酸，唔會想繼續噴，會擺落屋企嗰度收藏就算。但另一方面佢香味呢，我覺得係非常之出色嘅，就睇下你對佢香味就值唔值得，你會想買佢咯。咁嚟翻個總結啦 ，MFK Oud Satin Oud 一支秋冬系列嘅中性香水 ，Oud 同埋 rose 嘅香調，留香至少7個鐘，過香大約1個身位距離，適合翻工、約會、行街嘅一支超正嘅香水。